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台北市公布到台北市民10大死亡的原因，慢性病是占7项，第一名是癌症，这个癌症佫以肺癌排第一，已经连续34档拢排第一，女性的乳癌是排第2。医生来分析，不管是癌症或者是慢性病，除了高龄的人口增加之外，都是这个生活习惯甲食食造成的。爱啉珍珠奶茶、珍珠奶茶，也有咸酥鸡甲一寡甜的物件，所以讲爱食的人拢是愈来愈大苦。若无多自救，佫有可能就来死神。台北市卫生局公布最新的10大死亡原因，慢性疾病就包括7项，差不多每100人内面有63人死伫慢性疾病，其中肺炎的人数佫比去年增加14.2%，这咱拢爱注意。肺炎是少数的10大死因里面的一个传染病。如果说本身这个有肥胖、糖尿病或者是属于免疫力比较低下的族群也比较容易得到肺炎，而造成一些不良的后果。当然，癌症永远是排头一个，肺癌更是连续34年来第1位。过来就是女性的乳癌 ，PM 2.5的议题那还有一些传统的危险因子，比如说在男性可能比较常见的就是抽烟然后在女性的话比如说油烟，那女性乳癌也是大概有几个因素遗传基因，还有肥胖还有家族史。人无都终生不老，要过若注意食食、生活习惯，定期去做检查，那呢至少会活得较健康，要走要跳嘛较轻松自在。